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浙江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舒颖。今天我特别高兴来到了粤剧的故乡嵊州。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将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粤剧世纪行名家演唱会。我是江苏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周晓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刘冰。那么这次粤剧世纪行的巡回演出呢，在南京和杭州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足以说明了粤剧在人民群众中所具有的强大的艺术魅力。那么我们相信，此次嵊州之行也必将会出现一个更为火爆和热烈的场面，再一次把整个活动推向高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是浙江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我叫庚生。观众朋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我们粤剧界的老艺术家，他们是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张桂凤。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向所有的粤剧老艺术家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观众朋友们，迎着江南5月的春风，我们带来了一份献给新世纪的厚礼，在山清水秀的粤剧故乡与您共度良宵。纷飞的彩蝶呢，不仅让人联想到美好的爱情，具有浓厚江南民族意蕴的粤剧《梁祝》呢，以及神奇动人的爱情传说，让我们为之感动。是啊，60年代初，由于周恩来总理的推荐呢，使这一段美丽的传说从吴越大地飞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被视作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从而成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经典。是的，那么下面呢，请大家欣赏的是由何赛飞、吴凤花呢为我们演唱的《梁祝18相送》。
当农民的激情在嵊州的古越田园破土而出的时候，诞生在道统背上你唱我接的越剧就粉墨登场了。这是正值公元1906年的春天，踏着低督版的节奏，越剧走出了养育它的九曲善溪，沿着江南水乡的路，于1917年被男班艺人带入上海。面对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在三起三落的失败中，小科班艺人不断吸收京剧和绍剧的悠长，直到1920年第4次登场，终于为越剧撑出了一方蓝天。1923年，女子越剧的诞生，给越剧舞台涂上了清新瑰丽的色彩。从此，土生土长的越剧朝着艺术的大雅之堂款款走来。1942年，以袁雪芬为代表的越剧艺术家发出倡导新越剧的改革的声声呼唤。新越剧一改低迷陈旧的表现题材，在舞美、音画、造型等多方面提升到适应现代舞台需要的综合艺术新阶段。新中国诞生后，越剧的发展如日中天，一跃成为我国戏曲艺术的第2大剧种，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浙江小百花剧团脱颖而出，再度迎来越剧艺术多姿多彩的春天。回眸越剧世纪行的征程，一代又一代老艺术家和新秀，不仅用生命创造了自己人生的辉煌，也让他们精湛的艺术犹如火种，得以代代相传。舒颖啊，你看这个江南文化中最有特色的典型代表，就应该说是越剧了。对了，而我们今天的这个电视演唱会啊，可以说是有云集3地江浙沪3地最为优秀的艺术家来参加。是啊，那么下面我们就请南京越剧团的7派花旦朱令为大家表演《白蛇传》千年白蛇峨眉修。呀，铺。
观众朋友，新中国诞生后啊，粤剧的革新发展呢，已经受到了中央和省领导的重视。戏曲的改革呢，作为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给粤剧的发展呢带来了勃勃的生机。特别是改革开放的今天，浙江省领导呢已经提出啊，让浙江呢要重塑人杰地灵的文化发达的新形象，建设我们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大省，已经受到了各级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是的，许多年来，粤剧经历了与各种艺术的融汇交流呢，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起来。那么大家想一想，如果戏曲与舞蹈走在一起，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韵味呢？好，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傅派花旦严佳演唱的《情探行路》。酒滚饮哪里？酒滚饮好。
郑州是越剧的故乡，就像江南的锦山绿水，越剧总是以它独特的诗人气质，把我们带到了如诗如梦的境界。一代又一代的越剧老艺术家们从嵊州走来，这里是诞生越剧艺术家们的摇篮。今天，一大批优秀的青年演员又从越乡走来，是老一辈和新一代的艺术传承，使越剧在中国的艺术舞台上显得更加璀璨。下面呢，我们就请嵊州越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京派传人黄美菊为大家表演《盘夫》。钱塘子暖尽，不信张内不，哎呀，这本子下面玉本章，官人啊，你真人面前莫生讲，在家人面前莫信。呀，讲
众朋友们，那么这2天我们来到深圳以后，我们就发现，由于当地举办了粤剧世纪行的活动以后呢，这里的大街小巷显得分外的热闹。下面呢，我们就请您随着我们摄像机的镜头去走一走，看一看。是抽线抽须抽配婚配了你，咋可能情侣你为新婚？观众朋友们，现在我是在嵊州市的一个戏迷角。所谓戏迷角呢，就是民间表演者和戏迷们搭台唱戏的地方。像这样的戏迷角呢，嵊州还有许多。如今啊，嵊州老百姓已经跟它分不开了。这次粤剧世纪行活动呢，可以说是嵊州市的一个重大节日，也是戏迷们的一个节日。今晚的戏迷角呢，就显得更是热闹。观众朋友们，今晚啊，粤剧早期男班的表演艺术家张荣彪先生也在这里。趁这个机会呢，我们采访他一下。张老先生您好。戏迷呢对您是非常熟悉，也是非常喜爱您了。您是粤剧的元老了。就说当初啊，粤剧男班进上海的时候，可以说是粤剧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您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粤剧男班进上海的一些情况呢？以前在农村里行走一段时间，从加入沿路刚开上海来的，那是3期3楼，第一次不正规，穿那个衣裳不来拿的当穿飞回来的。第3次刚开的，全面总是刚开，你就发展啊，在这边相当困难。我们在上海宝树市、上海宝山路演出的时候，上海一批地痞流氓靠着讲，要那个演员要向他们去开头，去开头，3天2天闹戏园，闹得那个观众我搞倒掉，要空了。这段确实是一段非常艰辛的历史啊。说到粤剧男班啊，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来一段就当初男班的唱腔呢？唱啊！哎，这现在唱歌了。哎，先唱2句好吧？大家说好不好啊？请张老先生给我们唱一段。哎，我们欢迎张老先生给我们唱一段。那山起人向东流，山色风光尽色色，为人莫看往昔子，杜甫李白王石榜，有功后生子在此也。好，谢谢您的精彩表演，谢谢。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请导播再把镜头切回到演出现场，继续请大家欣赏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观众朋友们，了解了有关粤剧发展的历史呢，我们对这一次粤剧世纪行的巡演活动有了更深的理解。可以说，这一次活动既是对各种粤剧流派的展示，那么同时呢，也是对这一艺术样式走过100年的历史回顾。是的，这次粤剧世纪行活动呢，可以说是吸引了许许多多优秀的粤剧艺术家。他们为了能够参加今天的盛会呢，有的是从摄影基地赶来，也有的是专程从国外的赶赴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是啊，下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上海粤剧院的著名原派花旦，今天专程从日本赶赴我们演出现场的方亚芬，为大家演唱《西厢记·秦心》。
越剧流派的唱腔是由曲调和板式两大部分组成的，那么它是通过节奏、板式以及旋律的这个不同变化的特征来展现不同流派的风格。下面呢，我们就请江浙沪3地不同艺术流派的青年演员联袂表演组合节目《舞台姐妹》。去风了，去风
孕育了轻轻柔柔的民间歌音，吴越地域的文化的流脉，塑造了诗情画意的越剧艺术。正是这落地唱书的田园，茁壮了越剧艺术这棵参天大树。进入上海后，京剧和绍剧的表演城市大大丰富了越剧的发展，尤其是女子越剧的出现，使越剧走进了艺术的春天。女子越剧不仅改变了越剧演唱的形式感，而且打破了题材内容、音乐声腔、表演程式、舞台美术等多方面的限制。那婉转清丽、甜润悠扬的演唱，创造了越剧艺术至美的灵魂。常与抒情的越剧有了流派纷呈、万紫千红的崭新境界。今天，越剧又走进了新千年的春天，一路飘着声韵、情韵，展示越乡的才气、灵气，载着更加悠扬浓情的旋律，回到了诞生它的故乡，回到这锦绣的山水之间，回到爱它、养育它的人民中间。刘斌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演唱会特别成功啊！是没错。虽然是我们江浙沪3地的演员同台共剧，但是这个举动也惊动了四方好友。是，那么接下来登台的就是这个福建风华越剧团的王派花旦李敏。李敏呢是专程从这个电视越剧《红楼梦》的拍摄现场赶来的。对对对。那么今天他要献给我们观众朋友的是《红楼梦》葬花。
九儿种子，谁愿我当日百为师？谁与我这莲花落的高儿，好自他走进了烟花寺，未必写去了龙寿寺。他要在唱的歌唱故事，这里不是平山坪的风流浪子，莲花连个莲花落又红。老爷奶奶，做做好事吧，你为姐姐应应好吧。娘娘听我讲哟，姑娘何子连理，讲话的也有些的高莲花。连个莲花落又红，有件事我也曾搞错事嘛扎金袍，四处夫君头早早，为此为因公园中结情好，恩爱夫妻难寻好。哦，莲花连个莲花落又红啊！你问我事情为何落到这般地步？明天用完了包儿擦了脑，马儿被当了，来去被卖掉，将我滚出门，只落得穷途潦倒。我的妻不知哪里去了，我落难人不得已了，因此他当场的个莲花落，连个莲花落已有红。在月乡浓浓的春情中，月乡百年的盛会是为了铸就越剧艺术新千年的辉煌。那么，刚刚在西安获得了第17届戏剧梅花奖的董科第，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董科第呢，是我们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张派老生。那么，今天他为大家演唱的是《舞女拜寿，生离死别铁心肠》，大家欢迎。
去在草堂我不丧父无他走呀，可悲我过去没有记情啊，官身上报身报名报门前。想不到此去最精神到雨，哪来的落雨天能相抗？唱过了神机虎威王本子，到时就人不可人我把心慌。很可惜身在祖父和心肠恨你送花应当嘿中了我怎能低头下拜不廉耻我怎能去以无事求月亮？叫夫人与彩云当去精神往回。贼也生离死别，铁心。根生啊，一说起越剧艺术家王文娟，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她塑造的林妹妹这个艺术形象呢，更是让我们久久难忘。是的，给大伙儿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那么下面呢，要为大家献上的是我们上海越剧院的王派花旦，他的名字叫王志平。那么王志平呢，今天呢，要为我们演唱的是《西园记》的选段《南诉无限相思情》。
身受脑筋心得病，要得红绿潘家印，只盼我妙手为亲算死心。观众朋友，现在我是在郑州市文化广场，每天在这里都有许多粤剧迷聚集在一起，有的呢自拉自唱，有的呢欣赏别人表演。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到里面去看一看。今天化妆起来唱啊？啊，是不是每天都要这样化妆起来唱啊？就是化妆的，那每天嘛就是没化妆，57年经过是化妆过的。今天为什么要化妆起来呢？今天嘛，那我们一只东西了穿好，好不好吃的了了，俺了那么10几口的就出来嘛，要不喊俺来唱嘛，俺来在。啊，那经常就是组织在一起唱的。我们都在一起的，当初还是有那个西方搞乐这个是有搞起来97年哦，他们都跟我在一起玩。那有好些年了，已经啊。97年清明节在那边是叫我起来的，这我们的服装我自己多，他们自己多开心。你们唱过之后感觉怎么样？唱歌别去，没很高，没高兴。来看你们的演出的人多不多？每天没多的，他一直是鼓掌鼓掌，开心开心。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64岁。60岁。64。喜欢唱？我喜欢唱，因为我从8岁的时候呢，就是喜欢粤剧，曾经去做过，就是跟别人去做过的，所以呢，我呢有空的时候呢，经常到这个广场里来，高兴一下嘛，就是闷就是在家里闷也嘛太闷了嘛，到广场里来嘛，就是开心一下，对的。我是一个河南来的。哦，河南来的。河南的。那您能不能听懂啊？我可以听懂的，我比较喜欢这个粤剧，但这个地方的这个广场文化搞得比较好，还是比较好的。我也喜欢经常来听，也喜欢来唱。觉得这儿气氛怎么样？气氛很活跃。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请导播把镜头再切回到演出现场，继续欣赏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举子不让须眉，先有木兰从军，后有穆桂英挂帅。是女子的英气，使今天的粤剧舞台显得多姿多彩。是啊，自从1923年女子粤剧诞生以来，女性呢在粤剧舞台上表现的不仅仅是儿女情长的阴柔之美，同时呢还可以表现金戈铁马的壮志豪情。下面呢我们就请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吕派传人陈慧琳为大家演唱。陈慧琳呢曾经获得过第16届戏曲梅花奖。请大家欣赏穆桂英挂帅升帐。
我在城，那王人一见气不分，他要与52人过家阵，第13个兵良辰，他如一刀劈死了小王人，宋王爷才叫他把52来分，我的儿他满红不是开土真情，他是靠杨明公本是他先人，他是中邦的儿子眼睛的神，他与不珍珠手太虚，莫过因本是儿的娘亲。年年卖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这是旧中国粤剧演员流浪生活的真实写照。粤剧十姐妹之一的祝水昭，在她的艺术生涯中就饱经了苦难。是啊，那么今天呢，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祝水昭的女儿祝小昭也来到了我们的演出现场。今天，她将与南京市粤剧团的著名花旦袁晓云合作为大家演出《柳毅传书·湖边惜别》。这两位艺术家长期合作，在舞台上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好，请朋友们用掌声欢迎他们二位。可惜
福流水。他是缘是我无心愉快不由生。家花仙文尽一杯，公主啊，请用我倾听肺腑表忠为。你本是并肩玉桂神仙台，我岂能怀同谋杀不生爱？一路上你环境妈妈一卷卷，我岂是造龙造妖不知爱？何况你修行在我财台，在我其身究竟在是你放心噻。公主啊，施恩图报非君子，啊，你当前多苦为，独自为此情难安排，并非我留你父亲高子。
尽百年沧桑，一路的风雨没有折断艺术家们坚强的羽翼。穿过峥嵘岁月，一代越剧新秀的博发英姿，照亮了今天的越剧舞台。是老艺术家们的言传身教，哺育着每一位后起之秀，而每位新秀成功的背后，都有着老艺术家们洒下的辛勤汗水。观众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请出我们的越剧王子，上海越剧院的影派男小生赵志刚为大家表演《沙漠王子算命》。王子zan人到17岁，人海飘扬在看你，无意之中遇公子，公子的芳名叫义。
两公子一容人变作两容人，王子教长被识破，那金雕即将公子举，呼涌涌杀神州，问那喷雾几陶醉，王子两眼看不见。那公子乘瓦去飘好，观众朋友，越剧世纪行的旅程呢即将结束了，而这一路优美的音韵却久久地萦绕在你我的心田。今天我们在越剧的故乡，用1个世纪的辉煌，树起了100年越剧的丰碑。越剧艺术将在新的世纪里更加灿烂。告别100年的是一场1000年的盛会，带给我们的是情丝万缕的友谊。朋友们，在王冰梅为大家演唱的越剧100年的乐曲声中，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向辉煌的明天。Thank you.